这首歌很美，很像那个偶像连续剧的主题曲啊。我觉得又不是这样，有爱又有什么用处？又不是这样，就不孤单。 等我9岁的时候，就会爱上你。来点尖叫声吧！
最后9岁爱上你。续集叫做《我不后悔》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听署名唱歌。好，你们的门票，谢谢你们，一张票1次起。不管你们是什么原因，然后来这边听我表演的，真的很感谢。然后台风要来，大家心都怕怕的。不过你们，我不晓得啦，是有预售票退票这件事情。以后买了没有后悔通道，捐出来就捐出来了。我也感谢，感谢刘一旭。不要这样啊，讲感性的被你。好，来了，要不然再1瓶好不好？不行哦，明天还有台中场，不能喝太醉。我待会只能陪你们签名啊、拍照这种偶像的工作就好了。不喝就算了。然后本来担心会很少人的，不过今天还是很少人。我也认了。应该是至少没有全部人都退票这样。有讲啊，就是今年真的很特别1年，然后一群真的是粉丝，我都叫他们就是铁了心要跟着署名的名字，然后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拉铁粉。这跟我们部落的年龄阶层一样，就是用阿美族的逻辑来命名的，是希望大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同，一起来认识原住民的文化。然后，我觉得部落的年轻人是最有机会跟这个时代结合的，因为他们跟我一样，有活在当下。我们不是原始人，我们还可以当偶像的，但我们要活出我们自己的样子。所以我不希望他们把老人家的东西都忘记，包括歌谣啊、舞蹈啊，那些传统的手工艺啊、美食啊、衣服啊，还有那些智慧的有智慧的故事。所以我就用这样演唱会的方式，一点一滴的把钱汇集起来，然后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带回部落里面，变成一个力量，一个很重要的资金，然后免费的，希望这些年轻人回来一起学这些文化的事情。当然，你们是我们最大的资助力。就有一天他们学成归国的时候，或许吧，我真的希望他们也有一样有能力站在这样的舞台上，跟更多的朋友分享阿美族的文化。这是我很期待想要看到的。不见得是要唱歌跳舞，就看到吴宝仲老师用原住民的米酒酿做包裹面包，得到世界包裹面包冠军。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故事，然后来拍了一个台湾史上耗资最多资金的一个电影，即将也要在大荧幕上呈现给更多人看。我真的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文化在不一样的时代被大家认同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就不会是那种经过时间，然后慢慢的不见。我们不见的结果就是以后要看阿美族，只有到故宫博物院看得到，搞不好会被关在玻璃窗里面。会有大陆客敲玻璃，然后拍照。我害怕那种日子，我好好的，我应该要赶快把这样的文化跟很多人分享。所以，我欢迎大家来到都兰，然后一起去感受部落的这些文化的活动，不只是丰年祭。那丰年祭大家比较好奇，因为好像有一点点神秘感哦。神秘的原因是因为到最后啊，大家
喝到懵了，所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都变得一切都很神秘了。但喝酒不是最重要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酒在以前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来酿酒，所以酒啊，如果有人跟你分享，那就代表他把家里面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才会有酒这件事情。这样的观念一直传到我们这一辈，当然不会像以前就要酿酒。7-11买就有了，但心意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的习惯，这样的观念，就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家里面最贵重的东西，给大家分享。所以去外面喝酒，那不要克制一下哈，不是不要放年机就跟着原住民这样酒醉了。我们酒量很好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醉了，我们还没醉。但祭典里面当然会有很多。文化的活动在进行，有机会我也希望透过表演或者透过讲座的方式跟大家分享，这样在去都兰之前，你会有一些概念。今天24吗？26号在台北有一个特别为拉铁粉设计的一个课程，希望有机会如果想要去都兰的话，那个是我想让去都兰的朋友们有一个概念，然后有一个知道一些讯息之后，才会不会碰触到禁忌或者是不礼貌的事情，然后而且在部落里面会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就是你是淑敏的朋友，淑敏的粉丝，我知道拉铁粉，这样大家部落里面的人就会比较欢迎你。拉铁粉有衣服哦。然后，好啦，商品的事情等一下再讲。你拿摄影机就知道我要准备卖东西了。有一天我不唱歌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在卖保险的。这里面就会推销，长得又老实忠厚，就会很多人相信。唱这首歌，拉千禧。